咱先来看受到低压带影响，这几天全台湾拢落大雨，21到22，包括湘北市、高雄、屏东地区，这2天累计雨量拢超过400毫米。中央气象署是表示讲，今仔下晡桃园以北、宜兰、华南地区有部分所在会落大水雨，也是大雨。按算今仔暗时开始雨地较细，也毋过一直到这礼拜，北部佮东部天气嘛是拢个真无稳定。有网友离翕到这个大雨画面，岔路的水一直为东吴大学查某宿舍的楼梯宣泄落去，就像小型的水墙。镜头转到新北设置标准局的围墙，甚至因为积水伤悬，围墙倒去。代志过一天，当地的区公所派人去拆掉倒去的围墙，冲洗路面。迎接8月上班上课日，真侪民众讲雨总算停啊。也毋过爱注意的是，因为气象署指出，自今仔日下昼开始，桃园以北、东半部甲中部山区拢有局部大雨，也是大水雨。整体的下雨来说，在今天不会量值像昨天来的那么多。午后的下雨的情况，我们可以提醒大家，就是在桃园以北这些地方下雨情况，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。根据气象署统计，为21饭点甲23饭点为止，2天的累积雨量真惊人，包括台北北投、新北万里甲高屏地区，拢超过400毫米。基隆7度累积雨量有359毫米。民众关心是到什么时阵雨才会开始缓和？整个下雨的趋缓，可能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会逐渐缓和下来。不过未来这几天，因为锋面在台湾北部到北部海面这个地方在徘徊，所以说天气相对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点。大雨过了后，未少地区依然有积水的痕迹，各地无用咧清污清洗路面。也毋过气象署提醒，一直到29为止，北部甲东北部地区依然属于无稳定的天气，民众出门上好是爱早雨满雨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